現場吸引咗大批街坊。文物收藏可以講係收藏界最為古老、最為龐大嘅門類。3月10號呢一日朝早，眾多街坊帶住自己嘅寶貝嚟到省博，俾專家一別真偽。书画、陶瓷、玉器、杂项、钱币等等这5项專家來給大家免費鑑定。現場仲未開始，各位街坊已經急不及待啦。大遼大的金的這麼鬥金，其實我都睇嚟就唔係專家啦，收藏品。珠寶發就要鑑定。專家係高手，街坊之中亦都有高手。有行家，第一個找我看湯有為，他就是內行的。國錯嘅書法行書作品，裝訂就是太刻意了，用我們的話說。石頭民國中後期啦。錢幣鑑定呢一邊，一位阿叔攞出咗幾枚硬幣。澳洲翻嚟㗎。呢啲古錢幣係佢從澳洲嘅市場買翻嚟。清末嘅時候，光緒時候銀幣啦，1兩銀幣，但係呢啲好稀有嘅。而家全世界只係見過一個。呢4個啊，就買得6000蚊澳幣㗎啦。上半句仲聽得開心，不過專家一落結論，大家心情就急轉直下。呢啲做舊啊，合金嚟做，即係仿鑄。呢位嚟自江西嘅街坊帶咗一枚金幣。五銖錢幣，對，西漢時期的5金幣，金幣不流通的，這個12萬。12萬嘅高價買翻嚟，當然希望得到專家嘅認可啊！真的是10多年來訪，現在出土就發現一枚是像木挖古墓挖出來的寶玉。他是這樣說的，賣給我的。修高鐵，個彎角有少少彎嘅，唔係話直到咁個90度角。最近流行收藏熱，好多人都將其當作係投資行為。不過投資就肯定有風險㗎啦，尤其好多街坊可能淘翻嚟嘅係高仿嘢。我們叫高仿，行內叫高仿，就是我們行內啊，就這樣覺得，不是說非真即假。有的時候呢，特別是書畫呢，好像有一定的那種模糊度。專家話：收藏嘅心態要擺正，千祈唔好抱住真假成敗在此一舉嘅心態。名牌有 A 貨，文物亦都會有 A 貨，唔識睇嘅分分鐘草當成係寶。嗱，各位街坊要投資收藏嘅話，真係要睇下自己有冇金睛火眼，少玩怡情，千祈唔好成副身家抌落去啊！嚇，早幾日啊，